参加比赛的项目，互新来的动物决定。喇叭就是顶摆的冠军。迄当时是比赛招标。喇叭先叫乌卡车拼的亚龙暗阿妈去唱听，这个人就是暗阿妈。听讲伊的身躯有长长的花草，安尼阮当时好啦。比赛啊，叫林喵阿妈妈去探听。听讲真后好康的，安尼阮当过头期啊，了后比赛就开始变好康。大雕啦，听讲真爱吃大，了如果开始量大。大瓜。来啊来啊！在线动物的车已经来啊，已经到位啊！欢迎土地雕比赛上项目是小蓝。塞哦，塞，讲一个都好袂当塞，安尼无好听。嘿嘿，no，无。第二名动物叫啥物？哦，你看着，虎，哦，后安尼，伊是安尼写哦，啊，第三名。第四名厉害是。今时，告嘛种答案，蜜桃，噔噔，哦，我也是有摘的。你讲特火啊，特火啊，那我被选择给他们。